经过5周日长通山路，本地黑大太平洋嘅高雄县800太水嘅灾民，总算是得归路卡位。除了部嘅已经很唔得，等轮爱办业永久部嘅灾民以外，其他代替1000人员，就是太阳政府嘅天数下办离开平洋。对是得归路卡，当然大多数人如果欢喜，不过也有人已经退休，也生活要用嚟过下去。 屁股眼睛马嘅路板上查，用台火查对到黏黏呢，民众该欢喜，白白风采过后，黑的平洋5只人日，总算是得归路卡。我现在的心情很好啊，很高兴啊，在家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啊，在这边的话就没有办法做了。 除了等轮办业永久部嘅灾民，包括六bin广告、凤雄洋区、新民洋区，县政府前来台巴士屯火车，总共天数1000嘅灾民回家乡。离开以前，民间团体也最后一摆发民生物资，希望本大家回到山档过后，马嘅路唔卡，唔过有人睇社会系无头路嘅事情。希望说他们县政府可以给我们，就是给我们工作这样。现在有听说有安排？有，可是他们是说一户一个。一户才一个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够。 因为农地流失，部分灾民要继续耕种也无好落实，县政府也是只有先想办法为大家前短期的设头。我们对原乡的现在重建的工程呢，我们也要求相关的单位就是来禁用原住民。那未来农委会在原乡的造林的工作，也有一些安排。 除了短期的设头纠结，针对农地流失的部分，县政府还在研究要用来补上土地。不过，就算更加是在归家乡，县政府也有可能在请求以前为安排一群灾民有提早撤离。客家新闻综合报道。